最後一個步驟啦，係真係封底收埋個底佢啦。咁咧冇分方向噶啦。咁但係咧呢一個咧放落去嘅時候咧就有啲技巧嘅。咁因為咧佢啱啱好咧個筍位咧就 fit 嘅，咁所以咧可能咧要點樣兩啲？係啦，咁就已經擺落係咁啦。就係啪一聲就已經搞掂咗啦。咁跟住咧完咗之後咧，咁我哋仲有最後4粒螺絲。 OK，咁咧就將佢放埋入去，扭埋佢咧，咁就搞掂啦。好。你頭先講話聽 heavy metal 啊，或者 post rock 嗰啲 hip hop 咁樣，即係會唔會無啦啦 heavy metal 咁唱咗自己啲歌咧？咁啊當然唔會啦。我就分得幾清楚嘅，即係譬如我中意嘅，譬如一啲聽嘅 rock 嘅 band 咁樣。但係我自己好清楚我自己需要行啲咩音樂路嘅，即係我唔會無端走出嚟唱 hip hop 喺度 rap 噶嘛，即係我唔會噶嘛。咁所以都幻想唔到呢。但係我曾經有一個階段咧比較早期啲嘅，啱啱入行冇幾耐，就係同你講話啱啱聽好多jazz 啊 El Jarreau 嘅嘢嗰陣時候咧，咁所以引申到我早期就有呢個情況嘅，所以我第2隻唱片咧，咁我就同阿許願合作嘅。OK。嚇，咁嗰隻唱片咧，全部做咗好多比較上冇咁 K 嘅嘢嘅，咁就係有偏向嗰啲 jazz 啊、souling 嘅嘢，咁就係嗰個階段啦。咁就開始，但係後尾到慢慢而家即係都叫做做咗咁多嘅唱片咧，而家好清楚自己即係需要行啲咩，或者咩類型嘅音樂會比較適合自己啦。梁漢文情歌式嘅歌，就算譬如我最近派咗一隻比較偏向 R&B 嘅歌。咁但係我都覺得，我都知道呢一個音樂，呢一類型嘅音樂比較容易適合到我把聲，我先至去做，即係我唔會走出嚟yo yo yo hip hop 咁樣。我完全逼長唔到望住你個樣，yo 緊。咁所以呢個你放心嚇，唔會嘅，唔會有咁嘅事發生嘅。我都唔想見到。我第一個叫做勁歌金曲嘅10大歌曲咧，就係叫做《呼吸》。我記得嗰年都好刺激㗎，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好多都已經本來即係去之前可能都知道咗咁樣，但係其實我哋嗰陣時候知道有機會，由邊次開始話同我有講係有機會咧，就係我出完前面遊戲之後，出咗一隻唱片叫《一精選》，嗰陣時入邊有一隻歌叫《一世一次戀愛》，咁啊同我講有機會嘅，到同我出咗《愛與情》，愛與情同我講係有機會，到之後有傷了3個心。都係有機會，但係全部都係冇晒機會。咁所以到呼吸嗰年咧，同我講話有機會嘅時候咧，其實我當然都係抱住一個有機會嘅心態去啦咁樣。咁去到我好清楚記得嗰次上台嗰一年嘅主持咧係曾志偉加張衛健。咁跟住我記得頒到去第8隻歌嗰陣時候咧，咁我以為今年都係冇機會㗎啦，咁但係突然間去完廣告翻嚟咧，準備按翻我哋嗰陣時候咧，張衛健突然間望住我，即係俾咗一個好細嘅一個眼部嘅動作俾我，哇！我嗰陣時先開始識驚啊，即係好緊張啊！點啊兄弟，咩事先咁樣？咁後尾跟住嗰隻歌就即係係我自己嘅呼吸咯。咁所以即係呢隻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開始啦，或者係一個喺頒獎台上邊一個好深刻嘅其中一次。呼吸你發換下發氣味，呼吸身邊精彩點餘地，呼吸你那瞳孔漆黑的對比。到出完呼吸之後，咁跟住就緊接落嚟嘅唱片就係《衣櫃裏的男人》。其實呢一隻歌我收到嗰陣時候，如果你問我係咪意料之外呢隻歌會 hit 嘅話，咁其實係嘅，老實講，因為之前好多類似嘅成功例子啊，大家都好清楚，即係鍾意梁漢文啲乜嘢一個市場。咁嗰陣時候，因為唔係我啦，因為我都唔係好識呢樣嘢，但係公司嘅同事佢哋好懂得去幫我哋去計算嘅。嗰陣時候叫做咩叫
梁漢文式嘅情歌或者嗰種 K 歌嘅情歌咁樣，咁佢哋好懂得幫我去揾呢一類歌，而幫我計算埋呢一隻會中啊，呢邊隻行先，邊隻行後咁樣，咁所以就擺佢一個好重嘅位。咁通常一直以嚟咧，咩叫重嘅位咧？喺我嘅，如果大家有細心去研究過梁漢文音樂嘅人咧，我永遠真正大眾嗰隻歌，永遠都唔係第一 part 嚟。咁所以呢個咧，男人我係擺喺第3 part。我第一 part 就派咗隻快歌，第2 part 咧就派一隻叫做角度嘅歌。咁啊第3 part 就知道呢隻歌實得嘅咁樣，咁所以就擺咗喺後少少，擺喺第3 part。咁啊當然呢隻歌亦都實在又帶俾我好多音樂上邊嘅成功感。躲於衣櫃裏，躲於失落裏，躲於黑暗，不想掛念誰，愛上凌亂，截斷電源，為着要適應即將要獨居，躲於思念裏，身心倒下去，躲於這個自卑的堡壘，愛上沉睡，欠了恨誰？喝醉來麻醉，來渡過夜裏。由我參加新秀開始，真係入咗行，即係收到個電話，喂，雖然我輸鬼咗啊嘛，咁都收咗個電話，喂，你翻嚟啊，簽約啊，公司同你出唱片啊咁樣。由開始嘅時候，其實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朝一日可以踏上呢個紅館嘅舞台啊嘛。咁所以終於即係隔咗一段幾長嘅時間，咁終於第一次企上去，咁梗係好緊張咯，好期待啦，好興奮啦，即係所有感覺集於一身咯。但係嗰一次其實都帶俾我好多嘅深刻嘅經驗嘅。啊，有一樣嘢一定要同大家講啊！呢樣嘢係可以話係喺呢個演唱會入邊最深刻嘅一個天意嚟嘅。我係嗰一次嘅演唱會，因為係我第一次啦，咁就好多我嘅朋友啦，都從四方八面翻嚟香港嚟睇我 show 咁樣。本來大家翻嚟之後咧，大家跟住之後就要做嘢㗎啦，即係各自又要飛翻走去拍戲啊，要去做其他嘢咁樣。我好記得嗰一晚第2場，本來咧就係應該係3號風球嚟嘅。如果去到8號風球咧，原來紅館或者係總之有條例啦，你係需要我上台同觀眾講，喂，各位觀眾，而家8號風球啦，如果你哋要走嘅話咧，你哋可以走。好彩 end up 就真係冇發生到，咁啊冇事發生啦，咁樣完晒個 show。突然間完 show 之後咧，打10號風球，全部啲朋友唔准走，係冇得走，焗住嗰晚要陪我玩。所以呢一個係上天送俾我一個好大嘅禮物，好開心，即係嗰次係即係恰到好處。遊行我不多貪，從追趕姿勢是極難，從來回仍路中夾慣，沿途步伐你放慢，誰人幸運變走一眼，然後靜靜面對遊行我不多貪，從高高低低叫天地看眼，從平平凡凡尋夢想空間，從漫漫亦燦爛，回頭望着路軌感嘆，仍然活着變有很少一剎，從追趕姿勢是極難，從來亦路中角彎，沿途步伐地放慢，誰人幸運便偷一眼，然後靜靜面對心潮難難，從高高低低叫天地看眼，從平平凡凡尋夢想空間，從漫漫亦燦爛，回頭望着路軌感嘆，仍然活着什麼都少一餐。嗱，大家親眼睇住噶嘛，即係我頭先砌出嚟㗎啦，呢個唱片係咪先？咁頭先亦都提過啦，呢隻黑膠唱片咧，即係我唯一一隻出過嘅黑膠唱片。OK，咁但係呢隻黑膠唱片咧，好老實同大家講咧，佢係冇 play 過，因為一直都未有機會去 play 過呢隻黑膠唱片。今日開光儀式就揾個法師佢，揾個法師嚟先。咁啊，我自己做埋法師啦。好啊，好嘛？哇，好緊張呢個心情。
呢隻唱片由91年到而家幾多啊？24年。終於開封啦！啊，呢個黑膠唱片24年啦。俾啲 spotlight 佢先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緊張啊！啱㗎，啱啊，係啱啊唔好咁緊張。好嚟啊 OK，好。嚟啦，baby！啊，嗰啲滴滴滴滴滴。睇啲炒豆聲，呢啲真係取代唔到啊！呢隻歌咧就叫做想着你等着你，係我係即係第一隻個人大碟嘅第一首真真正正派上台嘅歌嚟。 OK，嗰陣時候廿幾年之後開翻。之前我哋提過啦，我咪有一個年代聽過好多 jazz 咧。呢隻歌就開始第一隻就係唱一啲比較蘇寧啲、比較外國。扮有嗰個靈魂。有少少。唔係喎，有喎。有少少㗎。係個尾音拉一拉上去嗰啲。係咧，如果冇開個風嚟講咧，其實佢都真係保存得好好。係咪啊？係啊，因為通常即係過咗咁耐咧，嗰啲聲都可能有少少變。哦。因為佢壓得耐啊，可能。OK。我第一隻唱片已經就已經假音啦，已經係上晒滑梯。所以 keep 得咁好咧，即係要多謝我阿媽啊！咁多年幫我 keep 住呢隻黑膠唱片。咁啊，繼續 keep 好佢啦。好，一定會。Thank you。 Thank you，Eamon，Thank you。經過咗呢段時間，呢20零年嘅工作之後，而家就即係40零歲咁樣咧，我好有信心，我嚟緊嘅下半場咧，人生嘅下半場又好，事業嘅下半場都好，因為我呢個經驗咧，我好有信心，我會比上半場 manage 自己更加好。在這刻又記起，從告別那日時刻想起你，夢裏亦記起，逃不出苦與悲，此刻你在那邊，留我獨個在回憶中打轉，但你沒有想。